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由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，入道3600圣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到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亲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武圣宫供奉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
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到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、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。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，佛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。正训文物，一楼有读经教室、国乐班教室。3月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
慈心亭与弥勒园，三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、道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三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、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。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，佛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正训文物。1楼有读经教室、国乐班教室、三韵合唱团教室、4年制学界课程之新民班教室，举办道德经班、儿童读经师资培育讲座、学界英文道义班、64代道统名师木刻像，办公室与交易厅，义和众志爱心会。1楼外表含道场文化的对联，九龙半仙天母图及神龟龙马雕刻，
及道义劝善图文。2、3、4、5楼宿舍东西厢房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个单位。典传师各有1间休息室。地方法会活动班次目录，参考爱详单位：6组坛经班、文理班、长青成人读经班、儿童读经班、启慧班、综合成全班、青上精湛班、讲训班、素食烹饪班、爱祥塑料组、资源回收组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流产菠萝蜜。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。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
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到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
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设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设置村镇安宫。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
3600圣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：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到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